这对蜡烛就是你送给我的礼物。我看师傅日日在房内伏案忙碌，屋里又灯光昏暗的，多一对蜡烛总不会伤了眼睛。你知道红烛不是这样用的吗？那是。海师果然好眼力，这烛台确实真品。不过这箱子里，也就唯有这烛台不卖。为何？这烛台呀，出自河洛之手，是无价之宝啊。东家为了得到它，花了不少心思，本是要留着自己大婚的时候用的，这不是没来得及带回家吗？也是，那我便换一个吧。不是舍不得割爱，他日若海氏得了良缘，我定将这烛台双手奉上。只是现在这桩喜事，并没有让你感到真的高兴。一桩让你感到不高兴的喜事，送点金雅玉的也就够了。海氏看着玉如意如何？玉质上乘，做工精美。那就这个吧，多少金子？去给小房大人包起来。哎，好嘞。金子就不必了，你陪我去个地方也就够抵了。眼下，我还要照这个名录去置办东西。好说，我帮你。东西先放这儿，置办齐了一起送。走。东家慢走。这些铸碾的皂砂，还有这些泥华罗的十字之锦，都是上品，都包起来，一会儿叫人来领。是东家。哎，你外祖到底给你留了多少铺子呀？